每一天，牧师陪你祈祷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7月14。以赛亞書26章第3節安尼講：堅心倚靠你的，你要保守伊10分的平安，因為伊倚靠你。感謝主，主應允每一個伊的囝兒查某囝，囡仔堅心倚靠伊的，伊要保守因有平安。咱三甲來祈禱。親愛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你是保守阮的主，你是阮的倚靠，你是阮的避難所。你捌對阮應允講：上帝你所賜出人意料外的平安，要佇基督耶穌內底保守阮的心懷意念。主，阮感謝你，將超過阮所求所想的平安賞賜阮。主啊，佇這個疫情威脅的時刻，阮的心不安，阮的心有驚嚇，總是你甲阮講，阮的倚靠無佇別個，阮的倚靠只在佇你。所以，阮閣一遍來到你的面前懇求你，予阮單單仰望你，予阮單單倚靠你，因為離開你，阮無法度做啥物。願你時刻甲阮三角佇底，賜下平安甲歡喜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，阿們。願主的平安甲咱三角佇咧，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